行，中国政府对面册和 Twitter 禁令范围并无包括香港和澳门。中国本身虽然禁止使用，不过政府单位和官方媒体煞透过这两大平台大量散布假消息。Twitter 公司上新发表的书面声明指出，因查到有大批可疑的笑话，用同款的步调中相反送中抗争活动。虽然笑话的主人调侃隐瞒，但是该公司嘛是查出这个笑话是由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直接指挥行动。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讲 ，Twitter 公司因为安尼刷除936个笑话，暂时可能停权的更加是有20万个，并且嘛删掉7个粉丝专页和5个笑话。BBC 指出 ，Twitter 会这么大动作宣布，是因为 Twitter 进前核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新华社，用买广告的方式，伫 Twitter 顶悬攻击反送中抗争，煞互各方面严厉批判，才会反倒转来对相关的笑话做出严厉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联合报是指出，来进一步推动新的数位身份证，目前已经甲样本送到行政院哦，确定顶头会有国旗，卖出名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预计明年10月份开始换。自由时报来关心，目前警察当地意外死亡，也是损失慰问金伫600万到700万不等。内政部最近是拍算要直接甲维护元首安全执行特种的勤务有性命危险，主动破坏内乱外患组织，并性命危险掠到犯人，造成死人等3种情形，会使发予本人上侪慰问金700万，若是不幸死亡，家属嘛会使领到这笔钱。再来看《苹果日报》。嘉义地检署是抓到一对台商翁仔某经营地下兑钱的案件，现场查到2亿4000多万的现金。这个台商伫台湾跟中国开塑胶材料贸易公司，换人民票100万，应收代票2000块的手续费，2年来经手的金额就880多亿。再来关心桃园的杨梅，有一位19岁的少女哦，伊的亲生老母，佮后节甲伊关伫3年哦，关3年。伫去年的10月份上网络，伊去上网络找人来救伊。警方是表示，这个少女的妈妈是讲，因为查囝交到歹朋友，无受管教，才会甲伊关起来哦。警方嘛已经甲老母佮后节依照家庭暴力佮妨碍自由罪来起诉。主体伫窗仔顶甲条，一楼的大门嘛锁起来。桃园杨梅一个19岁查某囡仔，哪就长期去互老母佮后一关起来，家己住伫这栋主体2楼，无法度出门，要到3年，一直到去年10月份，查某囡仔伫网络发救人，才互救出来。有人都会拿东西掉了给他吃吗？那是邻居的小孩子的。心理的复原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协助孩子走这一段长路。那至于妈妈的部分，我想妈妈其实把自己早年的经验套加在孩子身上，我们也会努力尝试跟妈妈来做沟通跟协力。有厝边讲，知影查某囡仔互当伫关伫内底，毋过大部分拢认为无要紧。不离个拢会无定期透过吊篮甲伊加菜。根据警方表示，爸母先认讲，甲查某囡仔锁伫咧厝的2楼，后一固定早食物件、生活用品来甲伊看，毋过拢是泡面、米泡的食品。后一甲警方讲，因为查某囡仔伫国中的时阵交到歹朋友，所以才甲伊关伫这间厝内底，袂互伊出去。剥夺张姓少女的行动是由长达3年，并以此方式影响张姓少女的身心健全及发展，使张姓少女居于类似奴隶之不自由地位。他在房屋里头是自由活动啦，都没有帮他就是限制他自由，他要做什么都可以啦。你要出门，你只要跟我们知会，我们都给你出门啦。如果说他有办法教化，然后我们当然是接回来。查某囡仔目前安置伫庇护系统，由社福单位进行自信中结，检方是认定。伊老母甲后节犯罪了，拢无悔改，态度阁真恶质，甲2个人以家暴法、妨害自由罪来起诉，而且请法官以儿童少年福利，阁有权益保障法规定加重刑责。加上进步版的表示，查某囡仔交的朋友真复杂，爸母有向相关单位来要求协助，毋过却拢无任何人来处理。即摆因为管教的问题去互检方起诉，加上无法度接受，已经甲检察院提出陈情。记者综合报道。
在去年花莲发现南岸小乌熊的所在哦，最近游客又搁看到2只台湾乌熊。花莲林业处跟乌熊协会哦，伫当地有装几台的红外线自动相机要来监控。无想到讲8月19号才装好，8月20所有相机拢碰见咯。因为失窃的地点哦位处较偏远的山区哦，一般人哦极少会深入该处哦。那本分局已成立专案小组来积极调查哈，那并责成派出所哈加强该区域的巡视哦，那避免这个窃盗案件再发生。乌熊协会表示哦，8月19装好2台相机互淘汰去，林务局附近装的3台相机嘛碰见。当初装相机上主要的目的，是因为一只小乌熊亲像得着皮肤病，希望会使来观察了解哦，嘛要记录这乌熊的行动。相机即马消息，互专家学者是非常的失望。花莲的国立分局嘛在调查中，希望会使赶紧来抓着贼头。继续过来关心哦，为了要避免一寡珍贵嘛已经真罕见会使看到的动物或车去搞死，交通部公路总局跟农委会阁有特生中心来合作，要做专门互动物行的路。头先哦，嘛要先来解释5条的公路。要互即个坐正的就好，会当安全过车路，避免惨死伫咧道路。专工设置这款的新不动度，按过伫第三线两边有袂少所有地无法度驾驶围篱，来引导就好行新不动度。农委会地政中心伫交通部公路总局协助之下，设置了地轨侦测系统，伫咧车经过的时阵，互就好会当先停落来。有车子靠近，那石虎、白鼻星或右环也靠近马路边的时候的 AI 辨识器判断出说是标的物种之后，就会启动。用强光跟超音波来吸引石虎的注意力，让它暂时停止行动。若是就好，伫咧第7线80到平地这个路段，是保育类动物金丝泉被落实的热点。另外，第2线的拉里、漳水鸟，阁有中海公路的腔仔、果子麻等等的动物，嘛定伫道路顶悬失去性命。公路总局头一波要推动伫咧这1-2档完成建地总共5条公路的优先生物软硬体设施。我们会希望至少先推动个5个地方，好，就是在中横、南横、北横啊这几个路段，然后也包括像一些山区道路好的部分来做改善。公路总局补充，接落来卖进一步推动系统性的调查，建立资料库，希望找出更加侪落实的热点进行预防措施。记者综合报道。好落袂哩，台中的山区嘛传出灾情，后里山区一个砖头的对外道路，因为大雨一直冲，路面嘛开始闭，地基嘛拢予水冲了了。传媒是讲哦，碧顺即马是愈来愈大，恐定个要走山咯。来到家己的果子园，林先是伫后里的山区做事真侪工，佮讲即几工真正是足烦恼的，因为连续落雨几落工，山区的土石一直落落来，烦恼家己的果子园会有危险。本来是没有裂缝的，那里是就是顺顺的爬坡这样而已。哦，是已经下过以后嘞。就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看着都怕。大部分山区都是住紧邻山脚下，当然会。如果找火山的话，就像小林村这样子。果子园面顶的公益校超过100公尺拢是碧顺，毋但路面出现关价差，碧顺嘛超过一个手半遐尼宽，而且有的路搁搭落去，虽然紧急用阿蒙头来补强，毋过嘛是袂赴逼起的速度。当地里长烦恼讲，这已经是走山真明显的状况啊。昨天早上量是45公分，用我的脚大脚再量一下。刚才我的脚去量是它是3倍，同一个地方量是变3倍，所以它是60公分。李长讲，这个月10日已经出现差不多3公分的碧顺，27天已经有60公分宽，表示讲灾情是愈来愈严重。当地除了有地下水管，土摆含水量已经真巴低，若是雨阁继续落，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走山。市府表示，目前为着安全暂时封路。大概就是一个走山的状况啊，因为连续下雨很多天哦，那整个。当然，这个地势也是有属于比较顺向坡的感觉啦。市政府表示，目前山架还阁无稳定，会开勘了后研究用补强的方式。这条路嘛是当地30外户居民要出入的车路，民众希望讲会当甲灾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接来要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天气的变化。今仔台湾嘛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哦，天气无介稳定，各地拢有阵雨也是雷雨。咱做伙来看详细的分图。
今仔过到了后，可能会有局部大雨。伫中南部地区落雨的时间会较长。气象局已经针对云林以南各台东地区发出大雨特报。目前伫菲律宾东方的海面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形成，有可能会伫今仔增强，成为今年第11号的风台白鹭。目前美国预报的方向是向琉球的海面移动，也毋过加拿大、澳洲的预测风台恐惊会扫向台湾。目前阁有变化，有可能伫这拜六礼拜影响会上大，所以观众朋友爱特别注意。再来看中南部落几啊天的雨，即马菜价嘛是起真悬。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嘅统计哦，种菜蔬的交易价数是交易量是1605吨，平均哦每公斤是起38块一角，起码1成哦。这波的起恐惊爱搁等1-2礼拜，菜价才会较稳定。恁将伫菜单头前伫竞菜，你买进前爱详细想看卖，因为连日大雨，和青菜价销是大起。我们觉得说这边的菜都有比较贵，青菜有时候买就500-600块，肉都没有买啦，肉鱼都没有买，只有买青菜。拜二休市的台北果菜批发市场，拜二一开市，规个蔬菜交易平均价数每公斤是38块1，比礼拜的34块7贵3块4。其中叶菜类以小白菜甲硬菜起上多，价起一把710外块，有当时也是350，即阵敢若一把就要25。利用农委会农损回补来做前5大受损作物的菜瓜，交易平均价数也对23块起到35块。就是水商的部分比较多啊，对，那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可能就要分开，因为价格高，其实水商的地方多的话，我们损失也蛮大的。今天的这个到货的品质来讲的话，部分的这个叶菜类来讲，它含水量有一些都有偏高的这个情况。那加上今天又是休市后第一天的开市需求也比较强所以今天的价格相较于星期天的价格来讲是上扬。丝瓜、茄子、苦瓜等等也有受到一些降雨造成的一些这个瓜生的一些水伤的一些状况，品质上好坏的差异比较大。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讲，中南部蔬菜产区连日大雨，短期内对蔬菜类有一寡损伤，所以讲也反映伫菜价顶面。估计这个价数要维持1-2礼拜左右，等天气较好了后，菜价才回稳。记者综合报道。伫中秋节之前是白虾收成的时间哦，不过因为中南部一直在落大雨，嘉义县的白虾温水质受到影响。渔民讲哦，雨起来的时阵，死的虾是比有害较济，至少损失3成左右，心是真痛。拄则雨起来的白虾拢已经变色，有的甚至讲已经死亡。主本按算会当收成的白虾变做了形，渔民表示，这阵仔落大雨，互饲虾池的水质严度下降，搁酸化，造成不少白虾染病死亡，嘛互伊的收成减少真济。差不多都要掠一啦，拢一直死啦，都起来死的比活较济啦。以往以我自己最好的经验，大概2.5公顷收在14000、11000到14000斤左右，可是现在大概不到3000斤。家己的白虾养殖主要拢是配合其他鱼种淋咧饲的方式，无大敢若饲白虾的情形之下，水质的变化就容易影响白虾生长。渔业协会表示，4-5冬前转成时期，白虾收成会当达到8000多吨，今年的大雨，搁再加上药性率低，只敢若剩2000多吨。对这一波雨势来讲的话，对于整个白虾的产业，大概预估损失有1到3成左右。那相对于整个又较之前7月初那时候那一波的雨量，那整个育成率又下降，那很可能啦。其实蛮多渔民都有心理准备啦，今年可能白虾可能想赚钱大概很难啦。渔民表示，为着避免水池内面的虾着病情形恶化，部分早起下晡拢爱去雨，将保护的虾拣出来。即马听讲搁要落大雨，只敢会当把握时间赶紧抢收，希望加减会当减少一寡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看，美国国防部今仔正式通知国会，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维护台湾66台的战机、75台的发动机佮其他系统，总金额80亿美金的军售案。伫声明中嘛讲到，这项军售案符合美国国家经济佮安全利益，嘛会使来帮助台湾维持国防。
即马美国已经批准维护台湾的军售案，中国外交部因是表达强烈不满，嘛要求美国爱马上来取消这个军售案，也毋过，咱总统蔡英文伫昨嘛讲过，防卫国家是咱台湾的权利，希望中国爱尊重。另外，针对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国发动网络的网军来传假消息，互网络公司发现的代志。蔡英文讲，北京的政府倒不如好好甲香港的民众来沟通。美国总统川普正式批准卖予台湾 F-16V 战机，中国外交部虽表达强烈的不满，搁呛声讲要求美国需取消对台湾的军售计划，若无才会采取必要的措施。总统蔡英文20出席2019亚太安全对话检讨会，强调保卫国家是咱的权利。我们防卫自己的国家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权利了哈。那我也希望中国能够尊重。香港反送中抗议不断，中国网军敢若是散布反送中的假消息，互社会媒体听权笑话。蔡英文是对北京提出呼吁。那我倒是要跟北京方面讲一句话呢，说与其用假资讯来混淆这个香港人民的视听倒不如跟香港人民真正好好的、诚意的坐下来沟通，寻求一个解决的方案。若是台美军售案，国民党总统参选人嘛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大动作发表中英文的声明，甲美国方面说道谢，互人质疑是挂伫我尾。蔡英文讲，伊无清楚韩国瑜是用啥物身份发表，搁对韩国瑜19搬出读甲变一个人遐尼悬的公文开直播，甲伊敲洗转去。我是不清楚这个我们韩市长是用什么样的身份发这样的声明了哈。当然，我们也乐见就是说。至少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采取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也看到那张照片了那么多的公文，我不知道是在他房间里还没有被累积的那么多的公文了，还是从其他的地方借来照相用的公文了哈。除了个韩国瑜面对台北市长高文哲讲2020大选真垃圾无聊，搁喊过，蔡英文并无认同，敢若讲袂有这款代志发生。若是风声讲蔡老皮已经破局，蔡英文嘛澄清讲，和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沟通的情形袂歹，会伫咧适当的时机提出上好的组合。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讲，伊家己的办公室互监听，昨又搁讲家己的车嘛互人装追踪器，指控国家机器对于监控。高雄的桥头地检署已经请警方去了解，也毋过因为目前无人报案，嘛无法度详细来调查。总统府嘛强调，政府袂做违法监听的代志，政治人物无应该无证据就乱指控建议韩市长赶紧去提出告诉。拜二主持完市政会议，高雄市长韩国瑜受访问的时阵，向指控民进党动用国家机器专门监控遗憾处理的人。的确是我们感觉到国家机器动得非常的厉害，包括我的车子都可能被装了追踪器。韩国瑜讲，家己的车互人盗追踪器，根据了解，追踪器差不多2礼拜前伫汽车引擎挂顶面发现。韩国瑜点名爱民进党莫用这种恐怖手段，检方嘛指示高雄市警察局爱主动了解，但是无得到市政府的回应。是需要告诉乃论的。那本署迄今均未收到高雄市政府或韩国瑜市长针对本案来提出告诉。市府下晡4点外才发声明，表示韩国瑜要告6届冲入去市长室姓吴的市府员工加重窃盗罪和妨害秘密罪，但是针对车互人盗追踪器这件代志，无提出证据佐证，敢若强调是相关人士提醒交通工具有可能互人安装追踪系统。市长才用公开警告的方式，呼吁国家机器拄好就好。针对追踪器的部分，会专门警戒清查和防范，但是暂时无要提告。如果有这样具体的事证，应该主动举证，而且并且向这个警检单位来进行这个报案。我觉得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转移所谓公文门的事件，企图这个越扯越乱。面对指控，蔡英文竞选团队爱韩市长主动提出证据，莫敢若想要转移焦点。总统府嘛强调讲，政府未违法监控特定人士，支持检警单位彻底调查。赵丞相，好，
来到高雄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雷英杰20载高铁导弹参访美国军售来台湾的2车突击车和驱逐舰，佮和高雄市长韩国瑜见面，但是时间选伫咧军售案和韩国瑜访问美国的进程引起关注。有聊得愉快吗？很愉快，很愉快。有聊到什么？有聊到什么？有舒淇教授在？没有。韩国瑜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国别伫9月或者是10月访问美国，比顶一届伫市府公开见面，这届毋那是地点保密，相关的内容嘛毋愿意加讲，就连陪同的学者嘛拢点点。记者综合报道。郭台铭、郭文帝、王金平这3人到底敢会联手？有周刊是指出，目前有风声讲郭台铭有2套剧本，一个是伊直接选总统，另外一个是等待国民党甲韩国瑜换掉改派一起选。不过郭台铭办公室是表示，这报道的内容是3分真7分假。模拟总统大选，郭台铭、郭文铁、王金平桃园公开合体判局，也过3方势力结盟，依然伫点点进行。周刊报道，郭台铭、王金平2人密会真侪摆，确定合作了后，就佮郭文铁合作。而郭台铭未来动向，即阵有2种剧本，一个是直接宣布参选，另外一个是等待国民党换韩国瑜，改由郭台铭代表国民党参选。到时郭文铁敢会搁支持郭台铭咧？不是那个说我们拿个旗子出来摇一摇，那所有的课文全部就100%投票转向，不会。坦白讲哦，转向可以到50%都不得了了。针对郭台铭有2套剧本的讲法，郭台铭办公室是讲报道内容3分真7分假。根据《苹果日报》民调显示，郭台铭、郭文铁的搭配组合演拍败蔡英文甲韩国瑜。从现在的状况怎么移动到我们希望的目标，那才是努力的目标。民调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努力的话，我们要努力哪个方向？模拟总统大选，郭台铭、郭文铁、王金平将做3角关键变数，直接冲击国民党、民进党选情。韩国瑜国前顾问团总调集人张善政就讲，家己团简讯予郭台铭，也建议韩国瑜有机会针对政见内容影响郭台铭请教。郭台铭的3项政见是有内容的，我建议韩国瑜应该找机会去跟郭台铭请教。郭董有回吗？不能算回，他透过他旁边的人。郭台铭、郭文铁、王金平结盟的问题也未解决，国民党真着急要来揪郭台铭。也过郭台铭阵营讲，郭台铭是不是参选，除了爱国心，要3方面的理念是不是法度来整合，也过竞选资源是不是拢传好，这拢是最后决定的关键因素。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时代力量的立委黄国昌，确定无要拼连任，派出办公室主任赖嘉伦来选。黄国昌嘛强调，伊嘛无同意列出不分区的立委哦，嘛无加入台湾民众党的计划。时代力量党主席柯显智进前请示了后，时代力量20举办决策委员会，原本定伫咧讨论改选党主席，毋过部分委员认为应该继续甲柯显智留落来。敢若台北市议员林良君有意思要参选，落尾讨论无结果，同款嘛是无党主席，会长想讲关一前顶顶的决策委员小连线来离开，林良君嘛表示不满。时代力量自8月以来所发生的任何动荡，都让时代力量的支持者以及所有的党公职都非常忧心忡忡。我们不能一直在处在这样子的真空状态。党主席的确认是造成党务很多的不便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速的来完成这件事情。那所以，但是在委员会上面的话呢，大家意见上原则上还是希望能够由邱显智主席来带领这个党。决策委员会无结果，敢会引起新的一波退党？时代力量表示，无主席像讲甲民进党合作等等的重要议题，拢无法度来进行。所以希望讲上紧会当伫后礼拜27来解决。若是创党元老林昌佐甲洪祖用小连线来退党，时代力量就伫咧无人带头。立委黄国昌嘛确定无要搁竞选连任，该推上办公室主任赖嘉伦宣布，投入去新北市第12选区的立委选择，外界关心黄国昌敢会连做时代力量无分区的立委名单。过去这2个月，的确是有非常多时代力量的朋友，包括主席邱显智，要求我列在不分区。我到今天为止没有点头。针对黄国昌可能会加入去台北市长郭文哲的台湾民众党的消息，黄国昌是强调讲到目前为止无这个拍算，嘛强调若是要关心伊的下一步要安怎做，不如改换关心台湾的后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美国摕到宝可梦比赛世界冠军的10岁台湾选手吴比张回国，伊的亲戚朋友各国的同学拢去机场来接伊哦。吴比佫是讲伊上骄傲的是，互全世界拢会使看到咱的国旗。
甲宝可梦内面代表好运的红仔裂空座围伫咧红棍，则对位美国华盛顿特区摕到2019年宝可梦世界锦标赛儿童组冠军的囡仔兄吴比，二早返来台湾，去访问到是安怎比赛过程，拢甲国旗抹掉咧，才十岁伊安尼回答：我希望人家看到我的国家。要摕到世界冠军有影真无简单。吴比为2017年开始耍宝可梦游戏，当年拢伫咧国际大赛，甲各国的选手拼输赢。啊，比赛赛后壁有引50个国家的名，这全部拢是今年有来参赛的国家。妈妈讲，其实吴比真紧张。哇，你好，每个人都称赞你。他说不是他紧张到面无表情，因为他平常是一个很耍宝的人，只有害羞的时候就会完全没有表情。对。甲古锥的皮卡丘奖杯冒条条，台北市在兴国小甲吴比共办的同学也拢来机场甲迎接。我还跟他一起坐在一起过哎，所以很骄傲吗？对呀，我很荣幸他可以得世界冠军。加做台湾电竞史上上有气的世界冠军，无比是微微啊笑。这段旅程也加做伊今年休热上精彩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代替来报员讲讲，有一名台北段的车长，为去年开始歇寒歇热，拢带囡仔做伙出来出车，囡仔嘛坐伫驾驶的车厢内底，代替昨嘛约谈董树林。这名车长是表示，不得已才必须爱甲囡仔带伫身躯边，也毋过因为违反规定，会防记过嘛转做来勤。这囡仔穿长的夹仔，车长摕7毫米挖伫咧驾驶面板面顶，边仔佫一台细台火车，去代替内部的员工翕落来铺起伫网络。即期讲有车长真侪届带囡仔出帮走车，伫驾驶室内底算一个控制手怪，无顾行车的安全。消息爆出来了，代替约谈董树人。董树人嘛承认讲，确实真侪届带囡仔来上班。是因为家庭因素嘛？那个小孩子的话，因为他必须要带在身边啦。好，当然我们之前也有跟他规劝啦。最近几天的话，他就已经在积极在那个要安排这个小孩的问题，目前是给他做调整日班。代替调查，这车长迄当阵是甲囡仔放伫咧区间车车尾，车长休困室。列车因为变组的关系，所以头前后壁拢有驾驶室。迄当阵囡仔是伫咧列车尾，也就是空的驾驶室内底休困。虽然讲无影响到迄当阵行车的司机员，毋过共款是违反规定，去用记过一届。经过了解，这车长因为家庭原因，自去年休热休寒开始，拢有带囡仔上班的状况。代替嘛，拄今仔日开始甲伊专做内勤，方便伊请假处理代志。铁路局在这方面的管理也应该要加强。因为毕竟这个有牵涉到行车运转的安全，有旅客安全的问题。铁路员工就是工作时间很长，那的确在照顾小朋友方面会比较辛苦。那这个方面我们其实是一直希望铁路局它可以提供这个托育。产业工会表示，车长带囡仔出勤确实无妥当，毋过代替车班工课时间无固定，过去就有真侪员工反映讲，希望代替会当提供有托婴，也是有合作的托婴单位，让员工会当安心上班。希望讲代替会当注重员工的需求，嘛应该爱伫平常时就来关心员工。记者综合报道。伫8月顶半个月，中国旅客不管是自由行还是队团的，拢比去年同一个时间减少15000多人。未来恐惊嘛愈来愈少。业者表示，9月到10月的时阵人会愈少，未来航空公司恐惊必须要减少航班，还是换较细台的飞行机来飞。早起国父纪念馆头前只有一团陆客团，带团的导游讲，即阵8月7月要4团，英国9月无接到公司任何带团的通知。有了陆客来台湾禁令就要开始了。在团课上面来说，他用所谓的断崖式的这种缩减，像我们据了解来说，在9月份大概只剩1/10，可能10月份来说，它的配额来说可能会更少。根据移民署收到的中国旅客入台签证申请资料显示，8月送件自由行旅客是48000多人，比去年同期减少大约20%。而团客送件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3830人，敢若是8月上旬就减少15000多名旅客。观光局有时在9月推出国内旅游补助方案，有台东业者抢先推出促销来抢人客，即要有台东县民身份就使免费休团，并且用俗价来买规套的行程。2位的话，另外1位不是台东人也没有关系，好，只要其中1位是台东乡亲就可以免费住宿。第6客未来，陆籍航空业者也开始减班。南方航空为例，已经确定下架来回哈尔滨航班减少。厦门航空的高雄泉州航线21号起，每礼拜减少1班。旅客大概到年底会少掉100万
增的这个旅客量。那这么大的一个旅客量的消失，至少砍班次至少要砍掉超过一半吧。伫咱国国际航空也伫咧评估旅客量，无排除使用较细台飞行机载客，不过即阵也无减班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伫西班牙，真侪人爱去度假的加那利岛发生火烧山，9000多人赶紧来撤离，出动16台直升机伫空中来拍火。即嘛已经是这个月第2遍的火灾。另外，伫南美洲嘛发生树林大火，40万公顷的树林烧了了。这是西班牙真出名的度假所在，大加那利岛。10到迄天天色渐渐暗落来，佮看到山崖面顶火还未发起的状况，对附近爬的市镇去用撤离的9000个居民来讲，今仔日佫是一个真歹落眠的暗暝。Mamá y todos están bien, no te preocupes que aquí estamos todos, que todos estamos bien aquí. Venga, venga, hasta luego. Porque claro, hacía mucho viento en Tejeda y no sabemos cómo va a ser durante la noche, porque hasta que por la mañana no... Los efectivos aéreos no terrestres poco van a poder hacer si hace viento. 较早一点半时间，官方出动16只飞行机、直升机，对空中野水来灌救，因为火窜悬到50公尺。另外嘛派差不多要1100个消防员来拍火。消防人员伫咧拍火过程，看到这只狗添甲袂顶袂动，赶紧饲伊啉水。差不多6000公顷的土地，伫48点钟内底就去互烧了了。而且互人上烦恼的是，火已经烧到西北边塔马达瓦自然公园。嘛是这个岛上老的橡木森林区，这届火烧山拄17开始烧，气温真悬，风真透，而且打碎空气，互火烧一个袂煞。而且这项灾情已经是大加那利岛这个月所来发生的第2件火烧山。南美洲的玻利维亚火烧山拄顶礼拜到阵，已经烧掉超过40万公顷的森林作物，还佫有草坡仔。离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东南方差不多870公里的圣库鲁斯是影响上大。原本已经派200个军人去救灾，落尾佫增加400个人前往救援。Es lo más importante, por eso hemos decidido esta mañana que va a venir un helicóptero solamente para evacuar. Nos informa que el incendio no podemos apagar, está atacando la comunidad. 当地做事人常常伫8月份来烧稻仔田，已经准备要进入下一个建造期。目前火势已经去互控制掉咧。伫过去的5天以来，已经甲玻利维亚农业大地差不多47.1万公顷的土地烧掉。官方目前已经伫调查火势发生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西班牙头一位得到奥斯卡的人哈维尔·巴登，8月19日联合国以历史和平代表的身份，呼吁各国的政府签署全球海洋公约，来解救全世界的海洋。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西班牙演员哈维尼·巴登19来到联合国的会场，呼吁各国签署全球海洋公约，重视海洋污染问题。The truth is, our oceans are under more pressure than any other time in history. That's a fact. And we are at crossroads. All of you in this room are standing at a crossroad. And you bear a huge responsibility, huge. 哈维尼·巴登在2007年以电影《险路唔通接近》得到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是头一个西班牙的人得到奥斯卡。去年来演出《星际奇航》4部对镜内底幽灵船长。去年伊甲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去一段南极旅行。对南极海水下面的丰富生态非常愕然，感觉海洋保育急迫性，也批评美国政府在2017年提出对抗全球暖化的巴黎气候协定。I think we all have words fo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eaning you cannot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Climate Convention by any means. Like, this is serious, this is happening, this is now. 除了拜访联合国，哈维尼·巴登也到纽约，人真多，西部矿场手提着旗啊，吸引民众的注意，也呼吁大家共同来保护海洋。It's urgent. It's urgent. The necessity of protecting at least 30% of the oceans by 2030. Wildlife has never been under so much pressure like today. Whales, penguins, wildlife in general. 哈维尼·巴登讲，希望透过签署海洋公约，设立一套法规标准，约束各国强制遵守，才有法度阻止海洋污染。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伫日本带2粒原子弹，互认为是结束二战的关键。日本第一代公内厅的长官田岛道志的笔记，伫后代子孙同意公开部分的资料，写伫日方路人，捌对二次大战表示后悔甲反省。
为上海内地记者来上报道。即摆人拢用 CD， 实际是用网络来听音乐。也毋过最近伫英国是真时间听录音带哦。英国有乐团嘛推出限量版的录音带专辑。今日去一间伫伦敦的专辑店，快寄放的拢是 CD、老曲盘，甲即马真海哩款录音带。人客来遮想要吹，都是时代起的音乐。线上的音乐当流行 ，CD 卖了是愈来愈歹。听过录音带的人嘛愈来愈少。伊伫1970年代是同人知，是真侪人青春的记忆。1990年代 CD 出现了后，录音带真紧的就向取代，使用的人减少真紧。继续买的人大部分是细汉听录音带大汉的，想要找记忆，也只是专业工作者。毋过这3年，怀旧变做种流行，互老曲盘甲录音带又搁请起来。用老曲盘甲录音带听音乐变做真实拍。就伫去年，英国一乐团发行专辑，佮特别做录音带限定版本，互全世界过600万青少年对录音带有兴趣。同款是怀旧少年人爱录音带赢过老曲盘，主要原因就是介绍较俗，佮会当再走。And also the younger generation really enjoy them because also they're like really nice to carry around. You can give them away. They're £5 about to buy instead of like £20 vinyl. 除了伫英国，这种事情嘛出现伫美国，受欢迎的英雄电影男主角都是用录音带听音乐，好真侪人第一做，佮配合 Sony Walkman 40周年活动，拢互录音带伫美国卖数量连续4年成长，去年卖要花22万个录音带。英国嘛愈来愈侪艺人开始推出录音带专辑，希望对着即摆流行。记者综合报道。咱细汉食到大汉的爆米香哦，佮会使变出啥物花样？来看台南有一个社区，就邀请社区的时大人佮囡仔做伙来家己做爆米香。伊嘛使用在地生产无毒的米来制作，就亲像登去到以前农村社会遐尼趣味。嘣一声，香滚滚的爆米香出炉啊！这是永存伫咧农村社会才用的看到的情景。为蜡糖半半的到粒形，阿公阿嬷甲孙仔做伙斗相共做出好食的爆米香。借着这个活动，让我们社区的阿公阿嬷跟我们的孙仔做伙互动、沟通、学习，都会来回忆我们以前小时候一起去爆米花幸福的滋味。为着促进时大人甲孙仔辈之间的感情，台南东山卫生所、东山区农会甲石仔亚洲的九把线部落学堂，用在地生产的特兰米，做伙做出无毒又够健康的脆食米。部落的行销啊，例如说我们的泽兰米啊，然后我们自己的那个吉贝萨部落的那个 FB 专业，我们都有帮忙像一些那个宣传文宣啊，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还要带小孩有一个设计活动，推动对环境友善的种植方式，也增加社区大大小小的活动机会。一地又搁一地的爆米香，有过去农村时期的甘甜，也有现此时的幸福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北港有一间庙武德宫，伊是正对的世界，最近是推出佛珠一卡通哦，唔但会使甲佛珠挂伫手里，嘛会使先刷六钱坐车，是保平安又搁方便。进前台北财运甲乖乖推出趣味的乖乖悠悠卡，北港武德宫嘛甲一卡通甲佛珠结合，互你手挂佛珠就通四过溜溜去。武德宫的文创大概都一直是让有2个特色，一个就是传统跟现代结合，那一个是就是科技跟生活结合啦。那所以说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一卡通的佛珠哦，它就是把这个一卡通跟念珠的功能结合在一起。武德宫阁请师傅来加持这16点佛珠一卡通，希望得到这个文化创意商品的人有生命工作的保庇。这款佛珠一卡通阁通结合处理的保全系统，让佛珠做电子锁匙。我们除了可以有支付功能之外呢，那我们也可以结合像住房啊等等的，然后来做一些简便的这种刷卡的一些动作，让它能够一珠在手，我可以结合支付、门禁等等的一些生活上的便利的需求。这款佛珠一卡通，和信徒受理的佛珠，唔那通念经，也有科技功能使用，
từ hiện代科技社會和傳統佛祖到時代腳步的行。記者綜合報道。蔡觀眾朋友做回來南投雲南社區佮因伴角色哦，因即擺辦迄類課程，是專程攏用台語來教，一邊耍一邊學台語，創造一個全台語的環境，讓囡仔快樂耍、輕鬆學。囡仔和社區媽媽做伙攞過冊做手工嬰仔，想要食嬰仔愛先出力，大家攏耍甲真歡喜。南投雲南社區和因伴角色合作辦暑假課程，專程用台語教學，讓囡仔體驗各種鄉土的文化。學台語真趣味，我會用台語甲我阿舅嬸仔講，會先愛食蘑菇，親像咧食豆腐。禮拜阮閣有啥物地，實在足好耍的。阮冇耍家己安怎比大細。有食的有耍的，捌學念台語的歌謠、學手語。指導老師專程攏以台語和囡仔互動。伊講課程打造全台語的環境，囡仔感覺趣味，加聽加講，台語就會哪來哪練轉。要互囡仔家己親手動手來做，親像耍嬰仔、炒米茶，咱攏是用閩南語的教學方式，互囡仔佇浸水式的教育，互因然後做然後講。結合地方的文化啊，了解，甚至於我們有去外面踏查鄉土，那也結合我們的四季，就是湯圓啊，或是中元節的介紹，我們用閩南語來上課。那最主要是讓學生親近鄉土。社區和學校做伙合作，讓在地囡仔哪做哪耍哪佚佗，俾予大家有一個新式趣味的暑假。記者綜合報道。過來新北市的淡水哦，遐有一個團隊應用藝術戲劇的表演來陪伴青少年，因為伊認為藝術會使互囡仔佇學表演的過程中找到無同款的家己。咱做伙來看，因是安怎用藝術來陪伴這個青少年去追求因的夢想。青藝明是一個用藝術表演教育陪伴囡仔成長的團隊。名字有何為19年前接受文書的花樣年華戲劇節，開始帶囡仔透過團隊合作、學習成長、合創作。咱是透過劇場表演、戲劇表演，學習甲別人有合作。咱為人甲人鬥陣，互相做工課，會當學習的物件會比咱佇個讀書、佇個課本內底學習到的佫較濟。啊，這幾年佇花樣內底嘛是有做植樹來帶學生啊，我就是甲因講啊，恁需要啥物鬥相共就甲我講，我就盡量。啊，上重要代志就是恁只要歡喜就好，不管是恁佇咧演出還是恁佇咧排戲。5年前，青藝明的風吹計劃開始到安置中心高關懷班，用戲劇課程的訓練，和一寡提早面對家庭，也是人生難題囡仔有機會通走向積極的方向。親像這種迷惘的迷途的孩子，因為親像長線風吹共款，身軀頂攏有勾一條線，咱要做就是把迄條線扭好按。把你帶回來，讓你辛苦比。老師是給大家一樣的東西，但是教練會依照每個人不同的特質，幫他設定不一樣的目標，然後帶領他去那個地方。我覺得青藝盟可能我們看待青少年會比較像是這個方式。青藝明運用體制外的教育方式，引導囡仔找出家己的夢想和人生目標，嘛讓囡仔有機會通寫出無同款的人生故事。記者綜合報道。即馬日本是正是件珍珠奶茶哦，其中有9成粉圓的原料攏是為台灣進口。現在有業者佇東京起一座珍珠的主題樂園，除了有真濟飲料店，閣有真濟無共珍珠造型的佚佗物仔，也是打卡的景點哦。互介意珍珠奶茶遊客來到這，唔若使啉甲真快樂，嘛有通耍。來到日本元素粉圓樂園，看過去規排攏是一個賣粉圓黏茶的搭，還佫有一個球池，全部放甲粉圓同款的烏色球，互介意食粉圓的人是有夠歡喜。只要是甲粉圓有關係的物件，攏會出現佇咧樂園。開幕的迄一天，票佇咧24點鐘內就去紅掃了了啊！美味しいタピオカのお店がこういっぱい入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たまたま今日テレビ見て。メイが遊びに来てたんで行ってみようってことになってきました。
最近薰衣伫咧日本是有够呛，薰衣年茶已经是即阵上时行的饮料，单单是东京卖薰衣年茶店就超过300间，而且伫咧日本社群软体顶边拍珍珠哇3个字，就发现这是上红上青的标签。除了薰衣饮料、薰衣乐园以外，5花10色甲薰衣有关系的产品也拢小连刷出来，亲像薰衣年茶口味的糖啊，也有加薰衣的点心，甚至是薰衣披萨、薰衣拉面，也有咸的料理弄出来啊。そうですね、タピオカブームが過去3回起こってまして、で若い世代の方ではなくて結構上の世代の方々にもタピオカブームというのを過去に経験しているので、皆さん全世代揃って楽しめるものになってい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其实，伫咧日本，这并不是头一届薰衣穿起来。1990年，椰子牛奶配薰衣是头一届风潮。第二批差不多是伫咧10年前，台湾人甲乌色薰衣引进日本市场。这届会当算是第3批薰衣风潮，各种5花10色的薰衣，全靠社群媒体拍出知名度。不过，大家伫咧烧薰衣的时，也造成不少问题，亲像有人将啉完的饮料包装、速供、挂、凊彩等伫咧街路，也有店家伫咧饮料内面放伤侪薰衣，人客啉袂完，大气煞，有影真讨债。记者综合报道。要带观众朋友来法国看因是安怎使用自动化的机器人，互生活愈较利便。法国的超市推出智慧的购物车哦，无需要刹车，机器人就会自动对人客来洗，物件买了，佮会使帮你送到停车场，真正是真利便，佮真轻松。这个妈妈行入去超市，后壁还有一个小跟班，只要一起开关，这台智慧购物车对甲对调调。伊停落来时阵，车嘛会停落来。想要买物件，就放入去车内底，免用手刹车，对身体有障碍，也就是手受伤来讲是真利便。Ça va pas changer mes habitudes pour faire des courses, mais ça va améliorer du fait que j'ai pas à porter. Ça peut aller jusque chez moi, c'est ça qui est intéressant. 这种自动购物车最近选伫巴黎超市，当超市人侪时阵，嘛袂去弄到人。Il va suivre toujours la même personne. Le robot, par contre, quand il y a une foule dense, il va avoir du mal à se déplacer pour une raison très simple, c'est que le robot, tout est codé pour qu'il ne fasse mal à personne. On a une barrière de sécurité tout autour de lui qu'on appelle un pare-choc virtuel en fait. 消费者物件买好，智慧购物车卖一路对到停车场，互你买物件变甲真轻松。若参像这款的车，卖当应用伫物流，亲像亚马逊的线上购物平台。都希望用自动化，让商品出货流程变较紧。最近就甲亚马逊签7年合约，价值3亿欧元的法国制造商讲，目前全球称图自动化规模较无1%，未来商机真大。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这段时间天气的变化，今仔台湾嘛是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无介稳定。气象局嘛已经针对云林以南各台东地区发出大雨特报。目前伫菲律宾的东方的海边哦，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形成，所以有可能会伫今仔增强成为今年第11号风台白鹭。目前是阁有真侪变化，有可能会伫这礼拜6个礼拜影响上大。观众朋友是爱特别注意，做回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